对全外国體內嘅前後，肯定充滿能量快球風情嘅絲路路街，農業嘅氣氛，歸路隊嘅跳街妹，傳到貴州鄉鎮。創作嘅全動作，下個快嘴是太嘴至快結合，可以來當風扇。大類動作幾秒，全跳度嘅亮錘，除為身少見強勢，還有秒參敗。一般即係講，一曬就曬線嘛嚇，曬線即係講秒人哋秒嘅自信，加電金嘅自信，行下啲呀，曬線那個秒飛鬧嘢事，即係講曬線6秒就參敗，即係加電金即係講加人哋自信。好像管理者參拜呀，過來搶下賽線，賽線頭來賽競賽頭來秒參拜頭順利就沙賽就得了，即含佢那條講參與，你哋個只一般即講賽對賽，你要上下起來兩條就完啦，個參與大家。起來嚟好像的平公路，就參與。不過，絲毛看日的動作從應當普通，專為試做下個快嘴時做得熱到秒度，撇個長氣推翻時，廣東式兩道是做唔得。你係講開球賽不使你為止嘅，較做到我啦，防太後，當講普遍啊，即係講，佢就不望出一隻競賽。競賽那個談評也好，放地下邊，即係講天下簽一隻競賽，啲中國較做都冇賽，所以是容易都過了每日一個無相傾一隻競賽來，即係講太好放太好即係贏佢講，一隻切氣，你暗日時來個談評來好，佢轉後悔來好，唔知講放地是。撇風一隻競賽要使入廟門。快嘴賽兩組被定位為客家方口詩因為倆單能人能看人啊，單能人能看人，譬如講樹冠呢貴嘛就方口詩，南埔嘅六對卡，嗰嘛係啊，嗰嘛就方開口詩啊，總埔嘅九安卡嘛就開口詩啊，所以。快嘴賽就變客家的一個象徵啊！客家詩有按做係快嘴詩、步家詩、合文詩兩道，如今為詩頭都從係主頭，所以每種人按做主皮詩。係啦，佢最大嘅特點，除咗該做得快，就做得合嘅太嘴咧。你要叫王子，那你要唱詞、唱帶，唱你要叫八卦。客家是方嘴的，開口方嘴的。以前的客家人就是比較逃難落後啊，就是拿個石頭去賣藝這樣，嘴大吃四方啊，最後改為以前是半圓的，要嘴大吃四方，就改為方形的這樣。台灣賽佢係幹嘛賽？佢變嘅，佢變嘅，冇可能數樣，佢係左右搖動。按快嘴賽係前後上下，上下閉合，快嘴賽因為開嘴詩嘛，獅子大開口，嘴巴一開，金銀財寶就進來了。快嘴詩係民間就行動創造嘅經營文化，無論節氣、快鐘、做生意兩道都做唔得缺少。行人可能係用大事對練身體，配種團結精神。咪就強勢保衛家人嘅創造經驗。我應該賽前甲武順弄到東沙過來，當然應該福建九安關過來。東沙過來當然規範嘅電話就會念俾武順，就會念冇曉，但是佢開墾了，因為就個流民嘅問題，就土匪嘅問題，所以我就提防嘅團練。順便佢整個整個大寮，佢將個大寮嘅羅斯福過來嘅教訓條，就開始發展出快嘴賽嘅施政啦。
所以红农事为省连府，中央连不加欠、不改欠，也是太祖欠、刘明欠俩掉。不过空手之外，西法度青菜度哪一度嘅加拉火，都做得做唔起。我哋农家人啊，像了拍草啊、读书啊，哦，了那都了是做得做兵器。像了拍挑咩？挑白人啊，按攀高嘅，攀高按攀高嘅嘛，改嚟就改良嘅。因挑白人更重要啊，使用晒谷啊、按料啊呀，因為啲谷啊按料變改良就變啦。哦，見穿下嚟見改良，啲挑白好多叉嘛。插條多都唔得啦，插太多哈，那个叉子太多会不方便，还是改了3叉。不過，除了大部分嘅傳統文化內容，佢就是當然未冇辦法三個書台風流嘅影響，天天嘅冇睇咧。不過好彩嘅係，你按當年客家文化藝術嘅提高，讓鄉親危機感出現過後。慢慢的，啲行業推嘅信號就開始看到全新嘅希望。我是欧建德，我今年7歲。我叫宣佑，我今年8歲。我是丁偉，我今年12歲。我叫洪宣儒，今年15歲。一下早會，一下治理網，無論係行李、打字站，也係動物水嚟到同作，全靠唔放棄掉。你見過小到高中嘅聲音啊，當然硬部都為始終強下練習，一啲個都唔會遲到辛苦。對下台啲我嘅聲音啊嚟講，最近啲嘅全新嘅彈頭，天天啊會記到開起來嘅。不過下世啲我嘅聲音啊，只係好高享受大師嘅路次天天。我們咬跳法。玩遊戲，幫忙咬跳蚤的玩遊戲。還有只講到大師，也勸成員啊，想將幾條地界做住擺，讓你講。上下動，它就會動了。然後就拉中間那個木頭。對，這個。那嘴巴要開的時候要這樣子啊，把這樣把它打開，或者下面這樣，把這樣打開，這樣開。哦，用手這樣翻就對了。對。那你們會咬東西嗎？會啊。就是咬的時候，假如這個是東西，然後它咬那個棋子的話，可以去用手這樣輕輕這樣把它拿起來，再把它讓別人看不到我們手伸，讓別人看不到，把用嘴巴夾起來。可能在按用單純嘅效果，喺那做啲本身嘅呢，冇壓力嘅接受傳統文化。客家師對中國傳統台灣，經過冇見到許多嘅轉變，就算講嘅就好快。不過對行業來講，一直都係當創作嘅角色，就連官方留民間嘅福氣，希望做啲解決團體嘅危機，本客家開做事繼續嘅風聲下去。